傳統樂器嘅精彩演出，我哋要進入另一個夢幻嘅世界。東方古箏遇上西方鋼琴，東西文化交匯，一齊編織中西音樂夢，好期待啊！就好似我爸爸平日好中意飲嘅鴛鴦，東方嘅奶茶遇上西方嘅咖啡，咁夢幻啊！喂呀，你呢個為食貓，係唔係忘記咗你今日嘅任務啊？我哋要繼續實現同學仔嘅夢想。而家校友高康瑤、高康晴將會用古箏同鋼琴帶我哋穿梭宮崎駿嘅奇幻動畫世界，或者我哋可以咁講，兩位準高醫生校友將會為我哋演出。兩位學長以前都喺我哋舊區讀書同畢業㗎。讀書嗰陣時，佢哋兩個已經加入咗樂團㗎啦。而家兩位正讀緊醫科，一邊讀書一邊兼